後來繼續來看新北市蘆洲一場美容化妝品的特賣會，員工價1360塊的發票開走4000多萬，頭家是新光會道。加在在網絡發布到找人的消息了後，有找到顧客回來改正。來到店裡，各種各項的商品滿滿是，不管是專櫃美妝保養品，也是生活用品，攏總有。美妝特賣會推出大拍折超級優待，請真濟人客來買。不過這麼無用，總會有4角擦，就店員以外開唔到發票，甲1360塊的金額拍走4000多萬。看到4000多萬的時候，我當下有傻住，我根本完全沒辦法睡覺。脆上啊，還有我自己粉專的部分也公告說。真的麻煩這個善心人士可以就是幫我找回來。原本1360塊的發票，無說你開走4000多萬，含過的金額，互頭家是着急甲未食未困，因為這款的行為唔那小會有問題，佫可能會致使營業稅申報過樣，因為納發票甲開發票的資料無符合，互國稅局關注。頭家是隨開店就趕緊查明原因。他把它開成就是數量1360，那原本 POS 機的金額是3萬。所以這樣乘起來才是4000多萬，就覺得說哦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，我頭很痛。加在今仔日早起，當時人客已經主動聯絡業者，講好會甲唔對發票提回來，重新閣開正確的金額，互頭家暫時透一口氣。不過若真正找無人，安怎處理會較好咧？盡速就填寫好統一發票的書寫錯誤更正申請書啊，同時來檢附好這張的那個等於開錯的發票的相關的證明啊，比如說它的存根聯的影本啊，還有賬載的資料等哈，主動向我們沙轄區的國稅局哈來報備它實際的交易的資料。上好的方法也是找到當事人，重新閣開發票，佮在這個社群平台，佮再發揮找人的威力，保護辛苦經營的業者來了錢。